咱台湾伫2026年时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国科会和北大部会有启动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。按算对今年开始到2027年，政府要投入高龄相关科技的预算会有95亿，要打造一个友善高龄者的生活环境。到2026年，预估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会占21%，进入超高龄的社会。高龄照顾比例达到12.7%，也若妇女比在2025年是1:4，到2040年会达到1:2。其中高龄者数位落差嘛是问题，无到一半，也就是47%的高龄者会当利用数位工具甲社会连接，比平均的到成左右要加真济。即使一个高龄者要跟社会连结，你没有数位是很难的啦。你要交通也要数位，沟通也要数位。7月下晡，国科会结合北大部会，正式启动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。未来4年投入高龄相关科技的预算是95亿，嘛希望带动高龄的经济。其中，伫改善高龄者的数位落差，学者认为讲，科技甲人才拢爱受到重视。以现有伫各乡镇的乐龄学习中心做基地，投入经费扩充教材，也有师资。基本上要研发教材、种子讲师，然后透过我们的这种数位学习基地，把它撒出去。大概这几个面向同时去进展。台湾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了后，预估伫2036年，老人的人口是占28%，来到极高龄的社会。包括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等的国家，影响高龄化的社会，拢希望为被动照顾，透过科技，加做互高龄者主动学习。这个行动计划嘛提出4大重点，包括推动市场经济、扩大数位能力、提升照顾效能、甲高龄的生活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